咱先来关心，伫昨昏下晡，屏东高树广福大桥部分的车路发生4只奥多摆相撞的事故。一个细号的查甫原本是伫咧试车，结果唔知影是啥物原因，煞是冲对向的一只奥多摆去，而且嘛牵连边仔的2只奥多摆，袂像拢总是造成2个人死亡，3个人受伤。 现场奥多摆零件也甲归死过，已经看袂出车本来是做啥物型。警方叫2台小货车沿路叫奥多摆零件，就知影迄当阵冲击的力量有偌大。垂死的楼有3位民众烧着要出去耍，半路落雨，一个姓何的男子就建议去试车。无想讲3台奥多摆甲对向1台双载奥多摆发生严重的相撞。警方到达现场，事故车辆发生交通事故，经查系何男及2位 廖姓男子等3部车辆原欲前往雾台游玩，复因天候因素作罢，欲返家途中，在上述实地进行测试机车性能。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咧屏东县高树乡的广福大桥部环路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赶去甲人送医。不过现场2个查甫人已经无生命现象，送医急救了又挽救袂大。另外3个查甫人抑个3个人，分别是手骨断去、身躯顶遭被刺伤。何男于测试中骑乘普重机车，因不熟路况，与董男骑乘的机车负载潘姓乘客发生对向擦撞，擦撞后波及另2位廖姓友人骑乘之普重机车，造成廖男、董男死亡及3人送医。警方表示，部分的防顺路虽然无禁止车过，不过也毋是一般路，尤其落雨天路较悬，驾驶人伫咧经过这款路段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因为这场死亡车祸的原因，警方也搁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